讲在地前来熟悉这位老师朱建宏，因为真爱食草鱼，所以退休回到故乡南投德山，开始类种无毒的草鱼，而且甲新鲜无毒的草鱼来加工，做成好食的酸奶奶酪。到叶农园来买草鱼，听啊现买现食，真侪小朋友拢生甲真欢喜。 德山一位退休老师朱建宏，因为家己真介食草鱼，退休了后，回来到故乡种无毒的草鱼，利用简单的方法，把草鱼变做好食又健康的牛奶冻。鲜奶油倒进去，然后搅就可以了。这时候就把新鲜的草莓切一切，把它摆至你喜欢的样式，这样吃起来就是一个可口的草莓奶酪。一般版草鱼拢袂当现食。 毋过因为伊坚持袂喷农药，所以伫伊的园区会当现办现食，囡仔拢生甲真欢喜。一般采草莓是不会让人家吃的啦哈，但是有的小孩子来哈，然后他们如果在那边想要吃，然后看到一个说，你真的想吃，我就回去请他来，这个摘起来让你吃。用上友善的方式，希望让大家了解食农教育的重要性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